的人没有？啊。您看看我跟你们说，他想抢我的钱，你们哥几个帮我治治他。给我刘翔，走。哥几个，这小子，看看，就是他呀，想在咱们地面上捞油水啊！走，收拾收拾他去，走，揍呀！走。哎呦喂！我的茶壶撞衫了你！不是，对不起，对不起就完了，我的茶壶碎了，赔钱。好，我赔，多少钱？我这茶壶是宋朝军营的贡品，少说值50两银子。你们这不是敲竹杠吗？我没钱。快回来！想走没门儿，没钱还啊？那就陪哥几个玩玩吧。走他！来吧你！给他来点海呀！你们干什么？你们！那小子一定光着腚眼子，再捉不着咱们了。九爷请你喝酒去，走啊，走！九爷，走他！都别动！哎呀，谁别动！啊！我宰了你们都！都别动！动！刘翔，咱们到里边喝酒去。哎呦，九爷，没事儿，走。掌柜的。哎呦喂！取酒喂！放下！什么取酒摆酒的，还不给王爷请安？我跟他快请安！啊！小的给王爷请安。哎呀，免了。有什么好吃的吗？哎，让他给点几样好吃的。啊？哎，没听我们王爷吩咐吗？还不快点给摆上！好，摆，伙计，来嘞，把那好吃好喝的摆到我房里去。好嘞，您稍等。马上。哎，伙计，快点！你给我转过来！你那瞎嘀咕什么？什么主顾，衣食父母？王爷这么赏脸，你还跟这瞎摔咧子？是王爷欠你的钱是怎么的？不是他该我的，是我该他的。来上楼啊！哎，贫道见到王爷印堂生辉，眉宇深邃，周身上下荡漾着吉祥之气，不但即可功名成就，且日后必有亲封御寿大权在握。王爷请上座，受贫道一拜。啊！哎呦，快请起，快请起，快请坐。王爷请坐。好。道长，可这些天府内常有……是这样的，咱们王爷的右眼一直在跳，就怕有什么不好的征兆，请这样给指点指点。这是府内增设凡人，因家神生愿所致。哦，那该怎么办？高贵借助凡人，如同天地呼应，天地呼应才能云雨风露，方能生长万物。这本无大法，不过凡人之气不可久存，还请王爷早成大事，切勿延误。多谢老道长指教。道长，下去吧。是。
王爷，有件紧急的事，贫道得禀告王爷。刚才说的那个凡人，眼下有生命危险，快去派人搭救。什么？他现在何处？秦寺酒馆。张文志在，快派人去救九爷。这。七姑，怎么，王爷要走吗？不是，还得等会儿。刚才啊，高说什么？他说他老管家，别急，慢慢说。是，刚才啊，他说他知道枫叶有危险。老管家，您别着急，慢慢说。他到底在哪儿呢？他在枫叶就在秦四爷那儿。这个挨刀的，他到那儿去干什么了？哦，对了，七姑，你和管家，你们在这儿保护王爷，我去找他去。虎姑娘，千万当心啊！您看看，电光了！钱怎么卖啊？回见了您呢。我说伙计，快点好不好？啊，喝，没事。哎，客官，您稍微等会儿啊，实在对不住了，我这就给您收拾完啊。哎，二位，您稍微等会儿。来，哎，伙计，哎，2两白酒，1盘猪头肉。好嘞，2两白酒，1盘猪头肉。哎，怎么样？没事吧？没事。那小子啊，现在指不定在哪儿转腰子呢。是啊。来，坐。哎呀，那九爷，奴才不敢。哎呀，叫你做你就做，哎呦，有什么不敢的呀？我告诉你啊，你别跟我这装蒜，在府里跟这儿不一样。这儿咱们是哥们儿，就什么都行。哎，九爷，您听我跟您说啊，别让人看见。哎呀，看不见，看不见。哎，有人来了啊！哎呀，你说的是他呀？啊，我们家的家谱他能背出来，你可真是的。哎，四爷，咱们好多日子没见面了，这回呀，您啊甭忙活了，咱们一块喝2盅。别动，王爷，您认错人了，小人乃草民一个，没有陪您喝酒的造化。嗨，这是怎么说话呢？是我不认识您了，还是您不认识我了？那谁知道啊？嘿，我这招谁惹谁了？哎，刘翔，先出去待会儿。啊，嘿，四爷，您别往心里去。刚才我是跟您逗着玩呢，您可真别生气啊！哼，我又不是3岁的孩子。哎，您怎么了？好，那我问你，你怎么一去就没见回来，反倒装起王爷来了？哈，原来是这么回事啊！怪我没跟您说清楚。这个王爷呀，他要出使德国，给人家谢罪。我呢，长得像王爷，所以啊，就让我当王爷的替身儿。哎，您说说啊，这装什么不像什么，那怎么能当替身呢？原来是这样。哼！哎，四爷，你这是干什么？我这饭菜是给人吃的，不是喂狗的。哎，四爷，您听啊，我的话还没说完呢。我那个是为了对付洋人，是为了为国为民。呸！还为国为民呢？哼！你可真不嫌害臊啊！给朝廷当走狗，还舔着脸装圣人。你和虎姑娘都忘了你们的祖宗是谁了？哎，我没忘。四爷，您这话可说屈我了。我们2口子是那种人吗？我这不是冤吗？您说？怎么，我还冤枉你了？好，我问你，虎姑